测试自动程序倒数3、2，慢慢往下，可以吗？慢慢往下。9，这样才要把它调至10吧。 8，有。 7，好，可以慢一点。6、5、跟我用温度。 3、2、1，点火。咱就是想要用咱台湾火箭，让咱台湾卫星会当去太空中。前瞻火箭研究中心，英文是 ARC， 咱是拢讲 ARC。这个研究东西就是，目的就是要希望互台湾会当有一个火箭会当送咱台湾家己的卫星去太空中。这个像是就是咱做火箭研究的本部，像我嘛是伫遮超过10档啊咧研究火箭。火箭中心咧研究的火箭是混合式的火箭，这个混合式火箭燃料是固态的，就安全，因为就亲像咱用的蜡烛，伊袂爆炸，所以非常适合咱学生伫咧做实验、做研究，搁有即个是 HTP4的火箭。未来阮想要用即个火箭去研究，会当互火箭会当回收转来，安尼。这个是阮的新的火箭，叫 HTP4，就是阮的第4代的火箭。这个测试是叫悬浮测试。迄悬浮测试就是讲，伊会浮起来起火了后，会当燃定的火箭。这个的亮点有一个就是阮第一届用双轴 TVC， 就是用2轴的控制马达去控制阮的引擎。阮即届的实验就是爱试看卖，伊会当甲阮想的共款去做悬浮。这个引擎就是会当控制伊2个方向，像安尼会当控制，搁有安尼会当控制，就会当转西，会当转西控制，就亲像无人机共款。未来若是阮的火箭若是要回收，这就是最重要的技术。但是学生想要做这个火箭的研究，上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咱的火箭是足复杂的，就是爱有足侪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系统，共同的合作去把这个火箭会当做出来。情况发生的时候，就大家先不要慌。就听指挥人员，我或者是硕杰指挥，大家就先往后撤。救火人员会是香泽跟耿健，就要穿防护衣去洒水这样。入口管制收到。这个压力，目标压力为75巴，75巴。75.3.4.5。VF3 open。9.07确认 IMU 正常收发。IMU acceleration 正常，执行自动程序开始，倒数3、2、1，自动。17、16、15、14、13、12、11、10、9、8、7、6。咱是想讲，但是要杀这个太空产业，火箭就是足大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这是咱想要做的代志。